台湾的水果外销交出着真水的成绩单。嘉义县的柑仔今年第一届外销到香港有20吨，也有屏东的乌珍珠的莲雾，今年嘛是头一届外销到加拿大。讲到为这个礼拜开始，为这个莲雾这个出产的时阵，每礼拜拢会出货100箱。这种汤汁真多，嘉义柑仔一箱一箱装好势，要销往香港。台湾报告 ，Go Go Go！ 嘉义县是全台柑仔上大产地，口感真好。若是深受国人的喜爱，嘛是每档农产品外销的主力之一。去年已经外销到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国家，今年嘛头一次会有20吨的柑仔销往香港。去年已经成长了将近90%的出口量，也就是说，未来每一年我们的数量绝对会再往上提升。为台湾成功的，不是嘉义的柑仔，屏东有名乌珍珠莲雾，嘛销往加拿大，会甜，阁会脆，而且接阁多，口感赞。若是台湾旧历春节上好伴手礼，销往国外有价嘛引来抢买人潮。也让国外的消费者、国外的好朋友们、阿爷们也知道说，台湾的莲雾是这么的优美，这么的棒，这么好的一个品质。台湾一向有水果王国的称号。水果外销的成绩单嘛是一档比一档更加显目，营销台湾之光嘛提供农民更加多元，而且利润真好的销售管道。